2023很可以青年世界艺术培育计划第2档展览朱日恒，伫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开展。展览以影像技术为主，展出7位艺术家透过无同的媒材、所谓技术、影像手法等两样作品，展来影像技术的响应。这个作品最主要是说，我们希望将艺术家所展现的每一天的日常像一种遗迹一样然后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们这次的作品名称叫做驻日恒，就是讲咱伫每一天的日常里面提炼出非常的一个概念，从作品里面去展现出来。这次作品是我的硕2的时候我所做的一个日光浴计划。那我结合了我们在那个逛卖场，尤其是特别是电视区域的这个观看的经验。此展览计划鼓励35岁以下的艺术家申请，入选的青年艺术家会当展出家己的作品，并且得到资深艺术家的辅导来补展，而且唔仅支持青年艺术家，同时也培养青年策展人。从2020年开始筹备青年艺术家的培力计划。那我们希望呢，以生活美学馆这样子的角色，可以培育我们年轻的艺术家。我们希望呢，除了培育青年艺术家之外，也可以培育我们的策展的团队。这些艺术家都是甄选进来的，所以其实不是透过我们去挑选，所以其实概念上就是从他们提出来的作品去思考。那其实因为大家的作品关注的面向其实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如何，就连在选名字的时候，其实老师们也是伤脑筋。所以在最后我们在写这个论述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的可以把大家都有点像含纳进来。希望借着展览的过程，累积青年艺术家甲策展人的展览经验，同时推广有实力的当代艺术创作。这次作品种类非常多元，欢迎大家前往欣赏。台南新闻顺华采访报道。